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个车停路边停了想出来，造成死亡车祸。中华社头有一个货车司机，把货车停伫个路边去对面食面，但是这车停了想出来，想挖车道，结果有一个62岁这个骑士为货车甲整落，连人带车摔离个车道，后壁驶到位个轿车无看到，佫甲交过，当场甲人搞死咯。 透早6点外，那些小货车停伫路边，真弯曲车路。一台机车骑士骑过来去弄着货车，骑士当场倒落去。一台轿车开过来，怎将伊交过？哎呦，阿弥陀佛！骑士叫轿车交过，有民众看到，紧冲出来帮忙提雨伞，替摊仔架伫个身上。这时停伫路边的货车驾驶以为无伊代志，上车就开走啊。 去对面食面啦，面上啦，受危险啦，先出去啊啦。骑士被紧急送病院，急救了后也是当场死亡。伊是62岁小姓保全，当时在上完夜班，骑车要回去，疑似因为天色暗，佮落雨，才会去弄到货车，倒入涂骹，佮叫轿车交过。货车是没有违规可是我们是提醒民众我们在停车的时候要紧靠于路旁。 警方根据监视器，找到占线货车驾驶，将货车停了上弯近车路，害骑士摔车。刷来36岁姓潘的轿车驾驶，无注意前面的路况，又搁交过骑士。两名驾驶拢无啉酒开车，所以因为疏忽，造成骑士死亡，拢被以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